大熊貓三胞胎非常罕見，而全部存活嘅大熊貓三胞胎，目前更只有一例。1967年，精基喺上海動物園誕下三胞胎，孩子嘅父親係嘟嘟，不過三胞胎無一存活。1999年，永巴喺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臥龍核桃坪基地誕下三胞胎，孩子嘅父親係盼盼。三胞胎嘅老三未命名，出生3日就夭折，老大媛媛亦係1歲時夭折，只有老二國慶活至成年。2013年，驕子喺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誕下三胞胎，孩子嘅父親係勇勇。三胞胎嘅老大同老三都係死胎，只有老二成活。老二取名三兒，意思就係三胞胎。2016年，阿老二又名阿喺重慶動物園誕下三胞胎，孩子嘅父親係玲玲。三胞胎中只有老大梁月，小名陸順，存活落嚟，另外2隻都夭折，亦冇名字。2014年，谷少喺長隆野生動物世界產下一胎三仔，取名萌萌、瑞瑞、酷酷。萌瑞酷嘅父親係林林。萌瑞酷現年10歲幾，佢哋就係目前唯一全部存活嘅大熊貓三胞胎。講起嚟，以上5例嘅三胞胎，其中4例都同家姐細佬有血緣關係。盼盼、永巴係家姐細佬嘅外曾祖父母，所以永巴嘅三胞胎係家姐細佬嘅姨婆同舅公。驕子嘅三胞胎同家姐細佬有同一對曾祖父母川川、新星，佢哋係家姐細佬嘅表表哥或表表姐。阿老二嘅三胞胎嘅父親玲玲係家姐細佬嘅祖父，所以佢哋係家姐細佬嘅姑姐或叔叔。萌瑞酷同家姐細佬有同一位外曾祖父盼盼，佢哋係家姐細佬嘅表表姐同表表哥。